看见没？那闪着蓝光的，从学校里开出来的，就没停。从今天下午一直到现在就没停，每次进去都是5、6辆、5、6辆的进，5、6辆、5、6辆的出来。看，就是远处那些闪着蓝光的，这就是此时此刻。对面的3栋亮着灯的高层是长安大学家属院。我们等于现在在这个文艺路住着嘞，看没？出来了。9个了。救护车现在都不敢鸣笛了，太恐怖了！一下午就光听着救护车不停的在这儿进出。9辆这回，我天哪！救护车都不敢鸣笛了。10个，11个。妈呀！哎，学校里边还有了，你看操场那边，看到没？出来就开始摇铃。你看马路对面2环那边也是，为啥开这么慢嘞？看出来了多少？看见没？出来了10几辆。还在往外出，都不止11辆，我感觉后面还在出来。看，简直要了命了，这好家伙，这一下子，光这出来了10几辆。还不知道渭水校区啥情况，这边才是少数，这边都是研究生，大部分学生都在渭水校区呢。